全台湾即马呢，收钱的买喙암，尤其是儿童喙암买无，毋过伫台南左镇区内，即个儿童喙암却是无销，因为旧年规年整个左镇区呢，新生红婴才4个尔，即个红婴人口少，儿童喙암根本就无人伫买，甚至大人用喙암嘛无欠。当地乡亲就讲，即个左镇的公共场所无济，除非你去病院才需要挂喙암，所以讲这镇内无伫收钱喙암的情形。 药局外面真侪人排队，拢是要来买喙암。全台近期拢咧抢喙암，尤其是囡仔的喙암，当讲拢买无。不过这个所在唔免抢。小朋友大人无啊？还佫有30几个囡仔的喙암。台南左镇这间药局咧，竟然还佫有剩，拢是因为这个所在囡仔人口非常少。对，小朋友很少，大家都跑来这边。一个下早就这个妈妈来买，嘛是因为市区买无。跑了4、5间没有。 根据左镇区公所的资料，108年度全镇只有4个新生儿，出生率算是全国上低。若是儿童喙암，目前大人的喙암伫左镇嘛真抢少。草地人就至于讲小可有问题，哪有咧挂？是我那头对吧？冷风算个，咱加减啊咧挂以外。少年人外移，镇上老大人较侪，嘛无大卖场、百货公司或公共场所，加上这个所在嘛无疫情传出，互左镇的喙암供出货拢真正常。乡亲拢讲要来互有需要的人，外地若是买无，欢迎来左镇购买。